台湾男子叶绍德是台文界重要的作家，经过日本时代加战后，叶绍德开始人注心伫咧为台湾书写。就算经过白色恐怖，伊也是无放弃，伫戒严进前完成台湾文学史纲。少年导演柯惠林用3年外时间，甲叶绍德的一世人呢翕做是纪录片，希望有艺术和文学的新对话。作家咧创作的时阵。 除了上帝以外，任何人拢无落帮忙伊。经历日文到华语书写的转换，也经过白色恐怖的黑暗日，台湾文学前辈者叶绍德先生伫戒严前独立完成台湾文学史纲，建构台湾主体的乡土文学史。面对孤单稀微的写作路，叶绍德以勇敢也惊吓。文学到底是啥物？文学。 就是上帝和特别的人降下的报应。叶绍德在生辛苦为台湾留下真侪人对伊的感念。少年导演柯惠林甲感谢林正杰等人，弥漫读23本的叶绍德专辑，也做真侪功课，甚至带11位艺术家用3年多时间结合动画、版画、行动剧多元的艺术元素，高规格拍一出合作台湾男子叶绍德的纪录片。 这要咱用身躯的语言去表达文字的语言，这因拢爱经过这些范畴，才有去呈现出来。伊的老，伊的文学价值，伊的生命，伊的精神，永远是当代的。这个经济待伫遐遮久，即马不艺，有人把这土晓开，互伊大汉，所以这个不艺的过程，袂当单纯靠一个作品，爱靠众人去看。我想大家会当得到这满满的感受。 下东派立委甲议员也到တင်報南北二路的電影院，希望招更較濟人回顧台灣現代史，也用這出下世代的藝術影視作品，讓葉紹德的台灣文學命脈有新的能量。記者阿敏珍、曾派文台北報道。